此后2024年6月30日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生命之约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希伯来书第9章11到22节。毋过，基督已经来，做大祭司，有实现好事。伊有经过较大、较完全，毋是人的手所搭，毋是属即世间的帐幕。伊只有一遍进入至圣所，毋是用山羊的血甲牛仔的血，是用家己的血，为着咱成全永远的救赎。山羊甲牛犅的血，以及牛母仔的骨灰，若朽伫无清气的人，就会互因圣化清气。何况基督通过永远的神，献伊无瑕疵的本身互上帝，伊的血减袂互咱的良心搁较清气，脱离死的行为，来服侍永活的上帝。因为安尼，基督做新的约的中间人，是要互上帝呼召的人会得领受伊所应允永远的产业。因为基督已经用伊的死来赎回因伫前个约的时所犯的罪过。关系为族一定着先证实立为族的人已经死。因为为族一定着立为族的人死才有效，立为族的人还活地，为族就无效。安尼，连头一个约嘛是有用血来成立。摩西照律法将一切的诫命传互人民，然后通牛犅甲山羊的血掺水，用朱红色的羊毛甲牛膝草绣伫迄本册的顶面，甲全体人民的身上，讲这是契约的血，是上帝命令恁着遵守的。相款，摩西嘛将血绣伫帐幕甲礼拜的时所用一切的器具。照律法，差不多所有的物，拢是用血来洁净，无流血就无赦罪。生命之约，出埃及记24章记载，摩西上到西奈山领受上帝的诫命。当摩西落山了后，就将上帝一切的命令和规例，拢陈述予全体以色列人民听。摩西搁去祭坛，向上帝献精生，做烧化祭甲平安祭。伊将精生的血烧向祭坛，以色列人民就回应上主所吩咐一切的命令，阮愿意顺坦遵行。接续，摩西将这血搁绣伫以色列人民身上，讲：这血是上主依照伊的诫命甲恁立约的印记。这段经文是以色列人民出埃及了后，甲上帝立约的记录，也就是所谓的旧约。这约是用精生的血建立起来。血代表生命，精生牺牲生命，流出血来替人赎罪。根据利未记17章11节，摩西的法律清楚指出，动物的血才有生命。我将血予恁，是要用这个血伫祭坛顶为恁的性命赎罪，因为血是性命，会当赎罪。上帝甲以色列人民所立的约，是用血、用性命做基础的约。果时期是用动物的血，
动物的性命来赎罪，亲如人的有话，互人得到洁净。甲旧约的立约过程相款，耶稣本身既然成做大祭司，也甲家己当作圣洁无瑕疵的祭物献互上帝。耶稣用家己的性命成做赎罪祭，互人洁净，用家己的血来取代精生的血，留家己的血替所有的人赎罪。耶稣安尼牺牲性命，甲上帝立的新约是独一无二的，是用动物的血赎罪所无法度比拼的。因为安尼，基督徒每一次强守圣餐的时，拢应该在承事耶稣亲自设立圣餐之目的，是要互信靠伊的人，会当借着安尼纪念伊伫十字架顶献家己做祭，流出宝血的救赎恩典。耶稣所付出的代赎，成做上帝甲人和好的性命之约。人只要愿意相信、倚靠耶稣，就通洗净罪恶，甲上帝建立新的关系。借着守圣餐，领受主耶稣的身躯和宝血，纪念伊的受死，唤起咱在世以舍身救赎的意义，重温伊伫历史上的救赎，搁仰望伊会再来。外在的礼仪是要帮助咱持续纪念救赎，搁反省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是毋是搁互罪恶隔离，直到亵渎耶稣的救恩。咱着确信，耶稣的血是要洁净咱的良心，除掉咱的腐败行为，互咱通得侍奉永活的上帝。拄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0章所教示，所以无论什么人，若无用合宜的态度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，是得罪主的身躯甲宝血。大人着省察家己，才通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。恁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若无确实明白主的身躯的意思，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家己惹审判。愿咱用戒心、硬带的态度来强守圣餐，伫每日生活中持守信心甲圣洁的行为，直到主再来。默想，外在的宗教礼仪加上敬虔的心，会当帮助人持守生命之约。外在的宗教礼仪加上敬虔的心，会当帮助人持守生命之约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恩典满满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用家己的生命赎回世间人的性命，甲阮缔结性命之约。我愿信靠你，一生跟随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